咸水上代表主委陈慧成、二中理长陈淑贤以及三名理长赵添成等联下12位理长甲乡亲，前往咸水区公所小田区长甲公所同仁，因强调风台造成居民受困，公所除了救人、运送物资，也爱抢救公共设施，袂当因为三言两语就消除因的辛苦付出。做水这段时间。咱的区长甲咱咸水公所的同仁，因会付出，受到3、2句话就来抹煞的，所以阮今仔阮12个理长，以及咱咸水的乡亲，大家共同站出来，要来声援阮咸水的区长，要来为了咱咸水的区长陈文琪，以及咱咸水公所的同仁。之前面对灾民抗议，甚至要求落台区长陈文琪会中坦诚，确实影响公所的士气，所以非常感谢大家鼓励，嘛感谢民间团体自发性运送物资甲协助灾后复原，立地无闲救灾紧急状况，包括人力的调度甲送餐有疏失的部分，公所拢会好好检讨。但系新闻综合采访报道。